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。咁如果大家咧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，咁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咁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咧俾你個好朋友噶。嚟到丙午晚年屬雞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4位啊！咁啊，今年非常之好運啊！咁啊，有呢個玉堂吉星同埋太陰吉星嘅幫助啦，咁啊可說是金玉滿堂啊，同埋可以得到女貴人嘅幫助啊！再加上紅鸞星動啊，咁啊能提高人緣運啦，咁啊加強工作同埋生意上面嘅發展啊！咁啊，但係雖然有吉星嘅幫助咧，咁切勿忽略凶星嘅影響啊！咁受到呢個貫索同埋勾神凶星嘅影響啦，咁啊提防工作上面咧受到牽制啊！咁亦都可以有金錢上面或者係感情上面糾纏之事發生㗎。咁喺工作方面受到呢個貫索凶星嘅影響啊，工作容易受到牽制啊，甚至咧會俾人哋拖累啊。如果嚴重嘅話咧，仲容易會俾人哋陷害添啊。咁啊，加上勾神凶星嘅影響啦，咁工作上邊咧受到束縛啦，或者係因為外圍經濟環境嘅問題咧而影響到事業上面嘅發展啊。咁幸好有紅鸞啦、太陰啦同埋玉堂吉星嘅幫助啊，有效提升人際關係上面嘅運氣啦，甚至咧可以得到女貴人嘅幫忙啊。咁喺財運方面，屬雞嘅朋友喺新一年咧運勢非常之唔錯啊！咁啊得到紅鸞吉星嘅幫助啦，人緣運咧非常之好啊！建議多啲同人客交流啊，建立一個良好嘅關係啦，咁有利日後生意上面嘅傾談啊！咁啊，加上咧玉堂吉星啦、太陰吉星嘅幫助啦，咁又遇上困難咧，亦可以得到貴人嘅幫忙去解決問題噶。咁啊，但係咧呢啲只係限於咧正財上面嘅幫忙啫。但係唔好因為有2、3顆吉星嘅幫忙咧而得意忘形啊。咁啊，受到貫索凶星嘅影響啦，提防咧因為經濟環境唔好啦，最後咧人客失信啊，寄咗出去嘅貨咧有機會收唔到錢啊。再加埋勾神凶星嘅影響咧，因為經濟環境唔多好啊，咁啊容易咧同人客有拗撬啊，影響自己嘅生意。所以新一年咧做生意嘅策略咧，一定要主動中帶一點保守啊。咁至於感情方面，得到紅鸞吉星嘅幫助啊，咁啊單身嘅朋友咧，愛情生活咧多姿多彩啊，甚至有機會找到心儀嘅伴侶啊。咁至於拍咗拖一段時間嘅朋友咧，更加有機會拉埋天窗啊，組織一個新嘅家庭啊。咁至於結咗婚一段時間嘅朋友咧，可以考慮咧搞一個 anniversary party 啊，又或者咧去多啲旅行啊，同伴侶咧應驗下一啲喜慶嘅運啊。咁但係切勿咧，因為咧有紅鸞吉星助命咧，而咧得意忘形啊，受到勾神凶星嘅影響啊，喺感情上面咧可能有一啲咧未做完嘅事情啊，我哋所謂叫做 unfinished business 啊，咁啊會帶嚟一啲麻煩事添㗎。咁啊緊記咧，千祈唔好咧因為紅鸞星助命咧而去欺騙人哋嘅感情啊，咁啊否則咧最後咧可能有機會咧自食其果㗎。咁喺健康方面，因為有紅鸞吉星助命啊，有機會應酬咧特別多啊，必須注意飲食啊，同埋做適量嘅運動咧，去保持自己嘅健康啊。咁啊，再加上受到咧對宮一顆咸池凶星嘅影響啦，咁如果咧喺網上面結識一啲新嘅朋友，要發展到有一啲親密關係嘅話咧，必須要做足安全措施啊。